나도 인데 아주他们联系没继续，他不是听过这一次的小伙儿呗，我的圣莫听，比丘尼的提出来呃呀，春季这个课程，呢得给俺说，呃，首先我要也是那不问候出来，俺他与的心会的最么那不出所来，有善知识们，还有所有的俺他的尊盲，心就也就是在和他，尼师们，长南区的信息囊给的藏不了呀，还有透也过这个网络包括这西边的看直等级，播的所有法友学们。都行。首先问候大家吉祥如意，那那里的身体呀，健康。那木头钱呢？那么我那么就今天呢，看书上这嘛，我一次的课程，是吧？我要再次的讲解这这个里有事实法啥呢吧？五十颂。那么我就把的写过呗，共产什么的，眼里啊，写过呗，共产做卡里么的，那么，我想简单当嘛回顾我提出来为什么的概念，需要讲看了，解这个事假如实法五说呗，十颂的从这我就学原因。原因就是啥呢？虽然之因为前呢已那么的应经说啥子明过，城市区但都，是在我们那就重他写过新呗呢呀，我们开都搞不始清楚。讲课的时候，我但这想当给以这种提醒的这个那么当方式给新再年给俺的次再谈一开始你些要点。这个呃相信大家都广的知道，也都空中清楚，啊你给拿了呢，上师但还有善知识的俺的重要伢都是性，送月不的，俺长的在的显密二天乘中天没事，都有强调的。俺他不都上啊拿了了呀，尤其在密乘那么嘛的当中，把来这个哪个如果俺俺不的那依止说话他的上师，这个呗，上啊个伢嘞，几这些乎可以说是就天天无法没不得不住这个，进行这个俺那本尊这个先修持，没找不住这还个看到的有咒语人呀，诵念这些对，密法的差的个的。修行的，也可以说是再不被强小一呢，允许的。上啊个举例来里来吧，就说，上啊在密乘做当中，啷个就过着，他妈这个上啊这个个啷么呀，可以说就写个进入打这个密乘修光头上不行的这个对看的过门，主要是呢，俺那是王学还能过透过主要吧，灌顶。俺那王学前呢，俺那在经过那个哪了呀，经过了呀修的，俺那在王学要的吧。啊，你王学个了呀，那么面呢？是要进俺那入这个王那的，坛城，这样接受这王学灌顶的。是面不是？这里然而呢，如果有啥呢？没有上那么师，面为呢？也就王学就的面吧，无法上啊个啷获得么呀？灌顶，就主要了，进那些而呢，那么面为也就没有大办法概啷么差进入这的样子。个密乘的修大行。南星给大王学别接了呀，这上啊个同样的，他妈就在接受么没灌顶说呀的吧？之后，第一个还有早晚很多的呀，密乘的说过就戒律和那么了呀，誓言要不一持守，点不起。而这一切戒律但是誓言的呢，根本，俺呢，也都我在于是说这上师。个的，介绍给俺们的钱呢，再之后上进入啊个啷么这个密就给你乘的面个不了呀？道法，也俺那在地就是了呀，像是介绍做升起次给你第或者呢，圆满做你呢的，次第的你说到了呀，这样的修持，提当晚忙不去过要的吧？或者这样就接受这样把那的引导或些给都不教授，愿意呢，如果没有就是上师的这种伢们的口传去写，指导，伢们也就去的，没有办法实际写他们做那点不修持。差的高的。他呢，上给呗，也最终，是那样，就俺即那俺去使说已的改变经成了嘛的，佛了，最大的区度，那么经过了呀，最曾经大的区度这个做这个弟子他依止过的特上师，别给他，那么忙不起也仍然来了，是以这反正这段种本时间尊部主的过了呀，形式而存在。就是大的，那外方面也对不起，可能给他那么对不起，老板那比如边说观音菩点线了，萨的俺那是都点线的，这个头俺提给顶上，俺点他的部的就主就上是阿弥这是的，陀佛。他团他们了就上给点不对起，那么的，呃。就是说的，那么点对不起，这嘛都全都上给心不住去，因为这所以虽然过了吧，观音菩萨是那光实现菩顾了呀，但萨身，但日他是圣义地们修的，上来说，他已把没经修也对不起，成佛了。但到那所以同样的，在他的头顶上就上啊有这样的给伢本尊们的团的部主，下边呢，也就你看是他的他发生上师阿弥他们那样，陀佛在那头顶上。没什么差的啊的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修行的开第一始、个在那点呢，中间或者俺头个最后的单个差不阶段，多差别个，头上个前师都边这个是非常重早个要的。我对吧？提拿了来啊。同样，在俺那圣者马看见都明菩萨是在他所我都写的搞的给《金刚乘大宋根本堕时间，罪略看到集》这巧的中就有这么一我段话我都说：看些，“金刚持俺那就者以宣说，那么点把了成就半年的随顺阿是吧？舍利。”那这么马点边这呢一段就是就少的就在说，一主要切点点是，殊胜和也就共同的是成就说明白。都取决于俺如何他把正确做的，的依止上根师。据把它全部呢，没写都去，特别我们那么谈到噶到了没写举派，了啥的，是不是这个咋什么这尤其种要的？重视这个师徒之间的关系。别呢，并且拿了把那送，俺呢像是从拿了回去，大班智伢们达纳都写个洛巴开我把那始的送的，俺呢纳洛的头个传承，月，在日本的了呀，就伢们到到我家嘛，尤你这其是从冈做的，波巴开始那边的去了个了呀，实修的俺呢传承。也是。
都强调这种修行的体验和证悟的升起主要就是依赖加持，而加持的根本就是上师。像冈波巴大师在《甘露忠告》这部著作中也这样提到过，他说，即使在我们许多劫中精进的布施、持戒，或者说获得了无量的神通跟神变，甚至亲见了本尊，或者获得了与日月同寿的这种成就这些呢，也只能成为成佛的因缘，无法使人真正超越轮回。而要超越轮回，必须要了悟自心，而要了悟自心，只有这种口传教法是不够的，需要什么呢？需要有一位具备证悟的上师的加持。所以实修的这种实义的这种传承，是比只是文字的传承是更重要的。这个意思，所以实修就是具备证悟的这种上师的一种加持，这样的传承它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同样的，在这一部甘露忠告中呢，也说到，如果没有得到上师的加持，仅仅凭着这个观察，你没有办法见到自心本性，你是直取也没有办法掌握到它，阻止也无法遮止，我们的显现也没有办法透过断除而消除，也没有办法摧毁。因此，想要积聚资粮的人，想要净除罪障的人，想要平息各种违缘，想要在心绪中升起正悟，降服一切显现、圆满自他利益的人，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达到这一切。这一切是什么？就是依止上师，并且至诚其请。除了这个方法之外，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事情。那没有获得证悟的人，就是要将其谨上师至诚其请了。但就算是接着这论中也提到，已获得证悟者，也依然要祈请上师，保持这个证悟的平等性。由此呢，自心就能远离一切的戏论，然后确立为法身，六世一切的显现，如幻如梦也得以确立。这时候就不再对轮回和涅槃怀有这种希惧这是希望和恐惧。所以，我们从很多的经论当中，还有在过去祖师的教言，还有他们的传记当中，尤其是我们噶举派的这些祖师们，他们的传记教言当中，都会看到告诉我们，遗址上师是如此的重要。因此呢，要了解上师的必要性，还有合格上师他的特质，还有如何正确医治上师，这些主题就会变得非常的关键。也正因为如此，在许多的密续传统当中有这么一个修行的次第，会告诉我们说，在弟子接受了灌顶之后，首先要学习的就是事实法无实诵。由于一切的这个共同跟殊胜的成就，它的根本都在于正确的医治上师，所以首先就要学习这一步，这个事实法无实诵。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对于上师这样的一个词汇，到底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是缺乏正确或者说明确的一个理解的。有些人呢，甚至将所有的这个出家人都称为上师，这是不准确的。尤其呢，在现代当前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辨别真假的上师，所以导致呢他们受骗上当。
这不仅是对个人有害， 되게 열어봐. 也对佛法和一切众生会造成重大的 야 一 나 个损 신기 害。딩산지 另外 림보체 另外一 뒤에 方面， 보세 알아보던데 许多 리다지 挂名这 민친구야 个 대와 有仁波 망보치기다 切的 나랑 或 좋을려 祖古 다 转世活 나랑 佛等的 취미다 这些 나가 人呢， 림보체다 죽을라 써보다 근데 민 쿠르데바 망보치기 소소人이 민된 총배 라마지 근데 제거 위에 봐 往往呢，并不 제루 知 제다 道如 마시에 何使自己 민라다 라마다 죽고 나 림보체 名 스타트 副 열어데 相符的 전라 成为 라마다 这个真 죽고 正的 나 上 림보체 师。 베진 겐쿠르 모토 바람 因此呢，虽然具有这样上师的名号，却没有办法承担起上师的责任，这样的情况也是很普遍的。还有很多人，那虽然已经从这个上师那里获得了灌顶、口传和教授这样的三种传授，但是却完全不遵守誓言戒律。尤其呢，还有那些生活在上师周围的人呢，每天也都对上师不恭敬，甚至呢毁谤，心中并没有带着他是上师是善知识或者是菩萨这样的一个想法，反而是心中充满了各种不敬，还有毁谤。那么按照密乘的教法来看，上面提到的这些行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上师没有恭敬的话，会导致呢什么呢？就是今生无法获得加持，还有功德，并且呢，在来世导致这个投身到无间地狱等等恶趣。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对这些事情，尤其对于什么叫做上师的真正如法具得上师的这些事情要有清晰的理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未来呢？我不仅是想要说讲解呢世事法五十颂，也希望逐步的能够教授更多跟密乘相关的这个教法。比如说，我想讲这个第三世法王的一部著作等等但是总之，我们按照传统，在我们学习密乘的法的时候，首先第一步都会从世事法五十颂开始学习。所以呢，这次我将继续完成上次还没有讲完的，就是世事法五十颂的这个教授。这样的，这个告诉我搞完图要的啥呢？Hello的，他的下的呢？那么我们这次要讲的呢，是这个应该依止的上师的特征是什么？因为之前我们谈到科判里面，就是所谓依止上师的部分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不应该依止的，或者之前翻译叫做应舍的上师的特征，还有后面是应取的上师的特征。那不应依止的、应舍的上师的特征这部分，我们在去年讲过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讲解的是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应当依止的上师的特征。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在应该依止的上师的特征它是在解释要具足什么样的特征的上师是值得我们依止的。那首先在这里，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也就是说，虽然在密乘传统当中，都教导我们说应该将上师视为真佛一般，这上师是非常殊胜的。
所以要对 대화도 上 제발 师要 제제 具有 남의 像佛一般的 지송 这样的信 청진이야 心和恭敬。 진례 리통치야 也提到 따디 说，要 예시를 将上师的 지시거든. 一切言教视为 다 准 제야 绳， 빼는 一 아주 切的 삼 行为都 3 视为是善妙的。 아주 삼삼이 안지 상계에서 주산의 시부지기다 간다지 가르에 那 타를 很多时候我 주시지 们说， 나서도 강타를 뭐 쉽지 이게 뭐지 谈到佛陀 뭐 的时候， 수지 가지 其 상계 实 것을 지금 요 말아 봐. 그 我 타고 们 나와 会有 주지 一种距 밀음 离 나로 感 봐 的， 제외나 봐도 뭐였어 아주 因为我们都 상계 没有 지금 요 말아 봐. 能够 상계 亲见到 딱고 佛。 동합 개념이야. 因为佛陀在2500年前， 태블에 他是 태블에 那个时候的 대인주산에 人，然后 상계 也后 기대 来也 주시지 圆寂了。 니주디 로니 동합 개념 니주시래 대인주산에 아주 수지게 다 로니 동합 개념은 아주 개요 말해요 봐. 我们没有，现在 기규 没有任何 기규를 一个人是曾经 아주 活 보다 在 아주 2500 뭐도 年前的 뭐도 一个人， 상으로 기규를 봐. 대인주산에 甚至连我们 아주 的 祖 상계 父祖母的 기능제 都 중요한 말로 개바 상부들이 제도 중요한 말로 봐. 都没有这样的 다이냥 福 아주 分能够 여기 见到这个 세모를 佛或者我们 그 的很多祖 상계에서 先。 답이 总之呢， 근지 주지. 상계에서 对于 느리지 我们来 이래 说， 佛 속산으로 陀很 아주 多时候他就 산면으로 只是我 개념 们的 주지 一个 샤요 말다. 概念。 남긴 딱 조조된 아주 여기 상계 군저당 시당다 대주망부 제비인다. 当 상계 然，我们也看到了很 샤인 多所谓的 맞다. 佛像或者说唐 아주 卡， 여기 所以 제미 有的时候我们一谈到 군저 佛陀的时 한계가 候， 너무 지자고. 我们 대대로 脑 지금 中出现的 우리 画 반대 面 등으로 或者 봤다. 说这个概念，就是那个样子，就是唐卡画的样子或者佛像的样子。 그 뒤주산다 고 로니 동합 경험이야. 但是呢，如果我们说真的回到2500年前那个时候的印度， 중요해. 딱 민주주의 차리고 봐. 那个时候真正活生生的这个诞生在印度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悉达多太子。 대인주산에 딱 계시 아주 또 삼다. 계시 아주 我们可以 니동 设 로니 想 동합 如果我 경험이야. 们是活在那个 예배다. 时代的 아주 一个 상계 人， 제배급이야. 如果我们 상계 看到 아주 了这个悉达多太子，就我们或者说我们知道他成佛，我们见到了佛陀的时候，是我们现在所想的，如同经典中所说的，总是在放着光明的，或者说有身形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高大庄严，是那个样子的。 那当然，我们相信他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但是，庄严，我们相信会看到佛陀，一定他是一个非常庄严、非常殊胜的一个人，但是不一定像是我们现在有佛经中所想象，总是会有经典中形容，譬如说那个顶髻就是高到我们是没有人能够看到的，高耸到天际这样子，经典中这么形容，但如果真的可能不见得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从我们现在回到现实来看，我们能够见到的，就是一个上师。所以，或者在2500年前，当时的那些弟子们，他们见到佛陀的时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见到我们的上师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样一个修行人，一位上师，一个善知识，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看同一个事物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会看到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样子。但是呢，应该都会是有差不多的，是看到是一位上师、一位善知识的样子。所以，总之，同样，我们现在能够移植到的上师和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可能跟当年弟子们看到佛陀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他也是这样一个修行人在指导着我们修行所以回到经典当中我们看到密乘当中都有这么一句话说：要视上师如佛，然后对上师具有信心和恭敬等等。那么，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某个人他具有这个上师的名号，就是喇嘛这个上师的名号，就应该把他视为真正的佛陀。
所以经典呢也并没有教导我们说，只要有人被称为这个上师，他做的一切就都是好的，他说的一切也都是被视为是权威、是正确的，并不是这样哦。也并不是在说所有上师哦都需要像是那洛巴那样子对蒂洛巴，或者说像密勒日巴对马尔巴那样子的医治，也不一定的。所以首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做观察，也就是对于那一位我们想要医治为上师的这个人，他是否具备了像密乘经典当中我所描述的上师应该有的这些特征跟特质。不能就是盲目的这个相信因为他被称为某某上师，那你就觉得他就是上师。就算是有人这个推荐或介绍了，那么自己也应该要有很清楚的一个观察，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谈到上师的这个特征特质，一般来说，我们会说上师有上中下三种层次的区别的，就是说有最上等的、中等的、下等的上师。但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至少上师应该要具备某种最低程度的、最低限度的一个特质，一些特质。所以我们了解到了这样的特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是不是应该医治它。所以我们应该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基本特征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回到像对于我们这些持有上师，还有这个转世族骨名号的我们来说，我们也应该要这个好好的自省跟反省是不是具备了这些上师或者说善知识，或者说一般说这种善知识这样的特征，然后应该要努力至少具备上师的基本的特质。同样，在学生的角度来说，在寻找上师的时候，也应该要首先观察这位上师他有没有具备经典中所说的上师特质，哪些具备了，哪些没有具备，然后再决定医治。我们不应该仅仅是因为他被称为上师，或者是因为别人的推荐，就盲目的去医治，而应该要以一个非常公正理性的一个心态，然后好好的参阅各种经典中描述的特质，然后尽力的去寻找这样一个具备这些特质的上师。我们看到佛陀，他不止在密室当中有谈到上师善知识的特征，其实同样在律典当中呢，也有谈到的。还有在大乘的经典当中，也描述了很多各种善知识的特质。但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呢也就不详细的讲解这些内容。但是，总之，在密续的各部这些序典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对于上师的这些特征跟特质它是以零散的方式而讲述的。而这一部《世事法五十颂》呢，它可以说总结了这些特征的一个精要。所以呢，这部论点中，就《世事法五十颂》中，所描述的上师的特征是更为广为人知的。我们谈到序典是非常的多的。其实序典当中，如果真的去阅读，你会看到不同序典当中都有提到一点一点的上师的特征。但是，所以这是为什么《世事法五十颂》非常的
重要啊，因为它总结了这些特征的一个精要。所以，如果我们对于事实法50颂这里所谈到的上师特征能够有一个了解的话，我们大概也就能够抓到序典当中想要讲的上师的特征是什么。所以这部论中呢，主要有2个颂文，专门在讲述这个上师的特征是什么。那么，根据目前呢收录在这个丹珠尔中，由这个郭义师许努巴他所翻译的一个事实法南释。那他所翻译的这部南释呢，它是由印度的论师所写的，这是他翻译过来成藏文的。他这里面就提到说，这2个专门讲述上师特征的第一个颂文呢，讲述的是共同或一般的特征；第2个颂文讲的是特殊的这个特征。不过呢，宗喀巴大师在他的事实法50颂的一个注解当中哦，并没有将这些特征明确区分为，比如说共同啊，还有特殊的特征这2类，并没有的。我在猜想，其实宗喀巴大师他并没有看到这一部这个事实法南释，就是这个印度论师所写的这部解释。不知是那个时候没有翻译呢，还是已经翻译之后，宗大师他并没有机会阅读到。总之呢，在他宗喀巴大师的注解当中哦，并没有像是这个印度的注解当中提到有共同一般跟特殊的特征这样子分类并没有。所以呢，很多像是宗喀巴大师等人，很多的大师都认为事实法50颂中所讲的上师特征呢，是基于这个幻化往序的意趣的。那蒋贡罗卓太一的说法，还有一些大师们的看法似乎就比较贴近这一部印度注释，就是事实法南释。所以呢，第一个颂文呢，首先跟事实法南释差不多，但像罗卓太一大师认为第一个颂文的前2句，就它更细节上有一些不同，就是他认为说是前2句讲述了共同的特征，其余的部分呢是讲述特殊的特征。所以可以看到蒋公罗卓太的说法有一点点不同。还有这里提到上师的特征，在数量的计算方式上也有不同的说法，像是这个擦前罗珠要错的事实法50颂释，叫开启成就宝门。还有在蒋公康楚的知识宝藏当中有提到，共同特征是6个，特殊特征有9个，总共是15个特征。总之呢，我们这些就不细讲了。我们这里要抓到一个重点就是需要了解的是什么？重点是，作为一位密乘的这个阿舍里这是这样的一位上师，无论是共同的还是特殊的特征，总之呢，上面的这所有的特质都是应该要具备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讲解的是第一个这个颂文。具戒忍悲智，尊重无谄曲，了秘密疑犯，博贤诸论义这是日称的翻译。所以在这里面呢，依照这个印度的这部论释南释当中认为说有9个特质。那首先一个呢，
比如说有具戒啊、忍啊、悲智啊等等。那我们这里用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汤湘明等人的翻译比较对应的上，有9个。这些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监牢，第二个是调伏，再来第3个是具足慧，第4个是具忍，第5个是正直，第6个是无产取，第7个是了知咒与续加行，那第8个是具足悲悯，第9个是解诸论。拉手，第次你古典啊，那次你古呢，达到多什么区别呢？全部的电把塞的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是监牢，所以在这个男士当中我提到，他的意思是说呢，因为意念和心意极为坚定不移哦，所以称为这个监牢。这和这个至尊查巴讲坚赞所说的监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身与意是不散乱的，它是一个非常稳重的，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里是说呢，上师呢，他是非常的坚稳坚牢，也就是说，上师他的个性是很稳重、很可靠的。那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上师呢是今生和来世的这个医护，所以如果上师他不稳重、不可靠，那怎么可能可以合适成为一位老师呢？也不用说上师了，我们就像世俗当中，我们说一个朋友，朋友也是需要是你说一个好的朋友，值得信赖的朋友，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他要稳重的，要可靠的、可信任的。同样，或者说世间上你要做生意，你说真这个生意的伙伴啊，你会找的伙伴也应该是非常的可靠的，值得信任的，或者说是稳重的。所以这就是第一个，这一则翻译叫监牢，它的意思是非常的稳重、可靠的性格。所以上师有这样的性格，所以在佛法上来说，它也代表了具备了很坚定的什么呢？坚定的信仰、坚定的出离心等等。所以他的稳重啊、坚定是这个意思。同样，他对弟子的这个悲悯心也是非常的坚固的。举例来说，比如说他对于一个，比如说叫扎西的弟子哦，本来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后来呢，有的时候可能有另外一位弟子叫漏桑的，好了，他可能就来这边挑拨离间，结果上次他又对于这个原本叫扎西弟子，他就起了疑心或没有悲心，并不会这个样子哦。所以他是非常的稳定的。那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上师有了这样的个性哦，弟子才能够升起坚定的信心，然后升起不退转的信心。所以冈波巴大师在他的这个甘露中道当中就有提到说，有一段故事，就是惹冲巴刚从可能印度回来的时候，回到藏地，他就请问这个尊者弥勒日巴哦，他就问说，他就问候前去问候他，然后他就去问尊者说啊，尊者您在修行时啊有没有这个遇到障碍啊？都好吗？那弥勒日巴就回答说，我为什么会有障碍呢？我怎么会有障碍呢？那这时候惹尘巴就问，那接着问，那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你没有障碍呢？弥勒日巴说，哦，因为我从未这个听信别人的这个闲言闲语。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说，因为他不会这个听信别人的闲语哦，他的心很稳重的，所以呢，他也不会有障碍的。所以这个故事就说明哦，无论是一般的修行人哦，或者是尤其说作为善知识的一个上师，
他拥有这种很坚稳的、坚牢的、可靠的这种个性啊，性格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会很容易就受到别人的挑拨离间，然后等等哦，不会这样子。第二个叫做条幅，在养这个诗书法五十颂的男士哦当中提到，条幅呢就是如律之意哦。就是它是很极尽、调柔的意思，就是它不会非常的，它不会很粗鲁哦。那找不到兼赞呢？他说条幅呢是指呢，因为它具有这个心的学处，所以他的心已经条幅了。所以，同样，当我们谈到一个善知识的特质时候，《大乘庄严经论》当中有提到，善知识它是有调伏、极静哦等等，有时候会透过了戒定慧三学来解释所谓的调伏、极静、极静。但总之呢，这里是说善知识和上师哦，他的心是已经调伏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因为很明显的，如果他自己没有办法调伏自心，他当然没有办法调伏其他人。所以换句话说，他是已经完全驾驭了，完全的能够控制、驾驭自心，所以他不会让他的心哦，落入到这些烦恼或者说这些恶行当中，这些恶业当中。就像是下嘎粗主长说，尊者就说，内心邪念未调伏，皆为言语贪嗔痴。何因至此？烦恼故我，祈愿加持调烦恼。这也就是说，因为自己内心的邪念没有调伏，所以其他人一些些微的言语哦，就让自己的贪心嗔心就增长。就说别人说了一些什么闲言闲语，然后自己就烦恼就起来了，就生气了。那什么原因呢？何因至此呢？这里说是因为烦恼故，烦恼的原因。所以说祈愿呢，加持能够调伏烦恼。所以这里有一个故事哦，是记载在清史当中的。那么达波仁波切的一个这个侄子他们是有三兄弟那么总之其中一位呢叫做达波贡子。所以当时呢，在达拉贡布这个地方呢，最主要就是大波仁波切，还有大波贡子，他们两位。那么，总之，这故事就有关这个大波贡子的，他在捏摸这个地方啊，在讲经的时候，当时有两位这个施主就发生争执，然后还大声的在那喧哗。这个大波贡孙呢就非常的沮丧难过。那当时呢有另外一个弟子叫做达布笃金，他就把他叫来了，然后就很郑重的跟他说：今后呢我就不在集会中说法了，我觉得这没有太大意义了。以前呢，我所说的法呢，有任何罪过，我都在你面前忏悔。然后呢，我的这个主次就由你来主持吧，就交给你了。那这个达布德尊听了之后，他就说：上师啊，您别这么讲啊，还是请您继续的为大众说法。所以他就再三的祈请，但是呢，他还是坚持不再说法。他就说：我怎么可能
他说我怎么可能主持了这个寺院？所以总之呢，他就这样想着想着呢，他就不久后就圆寂了，就是这个达布贡兹，达布贡兹就圆寂了。之后呢，他的弟子啊，他的应该说是弟弟哦，叫做达拉贡琼。总之呢，他就维持寺务了2年。当时呢，虽然有很多大弟子哦，但是呢，寺院的这个法座就传给了这个达波杜金。那么他在这个主持寺务的时候呢，也是面临了很多的困难挑战，所以当时很多的僧众啊，也就纷纷离开这个寺院。所以这时候达波杜金就反省自己，他说，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这些情况发生哦，比如说僧众的离开啊等等，他会觉得说是因为我没有好好修行，所以呢，他就决定，他就开始就进行了闭关8年的闭关，然后一心专注于修行。那么逐渐的8年之后，这个僧众又重新的聚集，又有非常多的弟子了。所以当时呢，3界的护主就是吉田松公呢，他也对于这个大波杜尊呢给予很高度的赞扬。那这是一个故事哦，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其实是他是达波仁波切还有他的2个侄子的弟子，叫达波杜尊。但有时候你看到他会反省自己是没有好好修行，所以产生这些障碍。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你看他当时遇到的困难就是弟子们都不听话，甚至有的时候他开示很多，但是呢也没有办法调服弟子。他那时候不会说都是弟子的问题，他反而会反省自己，为什么弟子不听我的话？他就想到说一定是自己的修行不够，一定是我自己没有好好修行，所以他就进行了8年的闭关，他自己专注于修行，那才有可能真正的调服弟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再来第3个呢，这个特质叫具足慧。那么在南释当中提到，慧呢是指分别思察这是智慧。由于呢，善知识具有这样的智慧，所以称为叫做具足慧，就是具有分别思察能力的这样的意思的。宗喀巴大师也说，具足慧呢是指具有大智慧。那么第7世大宝法王噶玛巴却扎嘉措解释说是具足分辨善恶的智慧。所以在声闻称当中，那么谈到的清教师还有轨范师，就是像律典当中也常会提到这样的用词这些清教师啊、轨范师的这个特质的时候，譬如说关于清教师的这个特质就包括了坚固和善巧这2方面。这就代表说，清教师他必须具有又要坚定，同时也要精通佛法，他有这样的智慧，这是很重要的。而在宗喀巴大师的《施持法50颂释》当中他认为说，坚固是指身体的调伏，调柔是指语言的调伏，而从具足慧到无禅狂这些特质呢，是代表这个意念的调伏。他是引用了阿舍离，一位阿舍离叫功德心他在这个幻化网释当中的一个解释，也就是身与意的调伏。
来做这几个词的解释。第4个是巨人。那么在世事法男士当中提到，巨人是3种忍辱。安受苦忍等等地察法忍等等，耐怨害忍这3种。同样呢，在扎巴养僧的解释中说，巨忍是什么呢？是指说在上师和弟子的这些行为中呢，具有这种忍辱，而且远离这个嗔恚。也就是说，当上师在带领弟子的时候，如果弟子有这种很不合理的这种充满烦恼的行为的时候，他也能够安忍忍辱，而远离嗔恚。而同样在大乘善知识在讲到大乘善知识的特质，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当中也有提到就是意思是具有慈悲的本质，而在调伏这个弟子的时候是不会疲厌的。所以他具有这样的慈悲本质，而且对于反复教授，他不会感到疲倦，具备忍辱。换句话说，无论是善知识还是上师，他在带领弟子、为弟子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这种忍受困难、很有耐心的这样子的特质。再来正直呢，男士当中提到是说具有这种正直的一个见解，无弯曲的一种见解。所以扎布冈真是解释说，正直是从这个正面的角度来说，而禅取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说的。所以说，正直是从肯定的角度无禅取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说的。所以说呢，世事法男士中说无禅取意思就是远离为掩盖自己过失而采取的各种方法。这种情况就称为禅。所以这就是禅取的禅的意思，就是说想要掩盖自己的过失。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意思呢，是不只是掩盖自己的过失，同时还欺骗别人，这是无禅取的意思。那这个的相反，它就是正直，所以这2个会放在一起来讲。不正直，它就是禅取那么没有禅取，远离禅取，它就是正直，就这个意思。再一个呢，叫了知咒与续加行。那男士当中有提到咒有3种，像串珠咒集合咒、星耀咒等等。那么续的意思是指回遮轮。那这些殊胜的加行，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咒续释加行嘛。那加行就是指习增怀诛这些事业。所以了知呢是什么？就是了知这些咒跟续加行。那尊者扎布冈森他进一步解释到，这里的咒是指习增怀诛4种事业的咒语加行。续呢是指像6种边际、6种教授和5支分等等这些续的加行。那宗喀巴大师在幻化网书在解释这个当中解释咒跟续的加行这句话的时候，他解释说，是指说透过咒语和药物来驱除障碍，他这个意思。还有在金刚空行书是由这个宝贤论师他解释到说，咒是指8支，续是指药物，加行是指什么呢？是指透过药物还有这个咒语而
从事的各种的习增怀诛的事业，所以加行就是指这样的事业。那了知就是通晓，所以大意就是说，透过咒语还有特定的这些药物物质，然后知道如何修持习增怀诛的事业。再来具足悲悯哦，这是第8个。那南师中提到具足悲悯呢，是指对一切众生具有这个悲心。其实我们看到从最基础的律典到这个序典都有提到这个悲心的重要性哦。譬如说，在律典当中谈到这个清教师和规范师的特质的时候，就提到要对病人有悲心。还有同样大乘的庄严经论当中，就像前面也有提到过的那一句，就提到说，上师呢，他的本质就是具有悲心的。所以呢，上师和善知识哦，一般说是对所有众生有悲心，特别是要对于自己的弟子哦，他具有悲心，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同样呢，冈波巴大师哦，在他的著作当中有提到10种圆满，其中有一个就是为他人升起慈悲。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有解释说，具有慈悲心而摄受弟子的人是非常稀有的。总之，从这句话呢，可以看到说，上师对弟子的慈爱和悲悯是很重要的。那么，冈波巴大师他有提到上师要具备3种特质、4种特质等等。那其中有提到3种特质的时候，提到说需要能够以大悲心不舍弃弟子，有这么一句话。第一个是不执着此身，第一个；第二个是具备大悲心，不舍弃弟子；第三个是具有大的智慧，能够引导他人，就这3个特质。总之，在这里第2点说能够以大悲心不舍弃弟子，这一点呢，这个同样在一部教言当中解释到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悲心的话，当自己稍微受到一点点痛苦的时候，便会升起这种厌烦的心、厌倦的心，就想说啊，我不要再管这个弟子，不摄受他了。还有呢，如果当弟子呢是很难以调伏的这个众生的时候，然后在为他们教导的时候，那时候的确是不容易的，因为可能上师这么样的用心教导弟子，但是呢，反而得到的是各种不善的、恶语的、恶言的相向的回报，这种情况。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是遇到了这样一个难以调伏的众生的时候，上师如果自己悲心不够或者没有悲心的话，他可能就会想啊，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但是他们一点也不听话，那算了吧，我应该管不了他们了，算了。然后呢，就舍弃了这些弟子的话，他可能会升起这样子的念头啊，我就是算了，我不管了。或者说他的悲心很小的话，当这个弟子他遭受痛苦的时候，譬如说举例来说，这可能生病好了，有时候你说要照顾病人是不容易的，要陪伴他是不容易的。所以如果说上师他的悲心不够，很小，所以当弟子可能生病了，遭受痛苦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啊很烦，他甚至就会觉得说啊算了吧，就让他那样吧，不要让他在我身边，也就不想照顾他。所以真正具有悲心的上师不是这样的，他是完全信任自己的弟子，而且呢，他的心中总是想，就算牺牲我自己的性命，
我也不会让弟子们堕入恶趣的。他具备的大悲心是这样的一种大悲心。所以，同样我们在上师的很多传记当中，真的是这样子，常常会看到描述说，上师怎么样把弟子放在心中，然后由此这个加持，然后摄受这个弟子。同样，在很多的这些祈请文，比如说摇壶上师祈请文，或者说这个上师相应法当中，我们也最常看到一些用词，就是上师，请您慈悲见指我，垂念于我，或者说祈请上师慈悲眷顾我，或者说上师慈悲摄受。所以这里都看到慈悲有多重要。特别呢，如果说当上师如果对弟子有这种慈悲心的时候呢，其他特质上面谈到像无产取啊、正直这些也会自然具足的。的确是这样，你看，如果没有悲心的时候，他就可能有各种的这种不正直的产取的方式然后想要把这个弟子赶走，或者说不想理他了等等。所以同样在第八世法王噶玛米支多杰的百段教言或百篇教授中有提到，现在有些上师为了让弟子造恶，然后呢，告诉弟子必须要服从上师的一切教言，结果最终呢，就将弟子呢引入恶行。或者是现代话来说就是洗脑，就是他的这上师动机不好，他是为了让弟子造恶，所以就把他洗脑，就告诉他说啊，你要听从我说的呀，你要按照我这么去做的呀，总之不断的把他洗脑，结果最终会什么呢？就将弟子带入恶行。这大家当眼里啊呗。拉美嘎的中国人是忙不些，他们的嘞呀，老么地不了家下不定的，老么地不少就下不定的。所以呢，为了让弟子造恶，所以结果弟子必须服从上师的，他就告诉弟子你要服从他的一切教言，结果将弟子引入这个恶行。可能他给这两个钱么就不钱。还有的时候上师呢，他不让这个弟子他对那些想要寻求解脱的弟子他跟他说，比起解脱轮回修行你帮我这个缝制衣服是更重要的，就是帮我制作缝制衣服的那个线是更重要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不让他专注在修行上，反而是让他做这些这些世俗的事情上。对于这样只关注自己利益的上师这样是错误的。我觉得这段也很重要。好，总之最后一个是解诸论，在南释当中呢提到说，要通达论点者总之是要对于12种论点都很精通，那细节这里就不多讲。因为这里将论点分为12种，这并不是，这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说法。查布讲曾他认为说要对于相关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经典和论点精通，他是这个意思。那么第7世法王噶玛巴却哲嘉措认为说，解诸论的意思是对于10名处、3藏还有4部序典是
精通了解的，叫解诸论的意思。那么么宗喀巴大师呢，他引用了《金刚藏序》中的一段教导来解说这个解诸论。这段话是说，对于一切学问领域都很精通。那意思这里的学问就是指，主要是指内明，就是三藏经律论等等学问。所以总之哦，这解诸论哦，上师要具备的一个特征哦，理想的情况之下啊，是说上师他应该要精通10种名处。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标准，至少要通达显密经论，还有一些注释。这就代表意思就是说，上师必须要了解佛陀，他到底经典中他主要的意趣是什么，意思是什么，还有论点中如何解说这些教法。所以也就是说，一个金刚乘的轨范师哦，他应该要对于大小乘的基础这个道法还有果位哦，就是根道果这些都要有所理解。如果连这些的理解、基本理解都没有，他很难真正引导弟子。所以呢，冈波巴大师说3种特质之一哦，就是说要有大智慧才能够引导弟子。宗喀巴大师，对，宋庆巴也提到一句话说，如果没有智慧哦，就没有办法依据弟子啊的心意哦，然后说出跟他的心相应的这个法教，没有办法应机说法。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要利益不同的这个意乐的心意的众生，他就必须要讲说出适合他的这些教法，比如说小乘的、大乘的、金刚乘的相对应的这些教言。同样，弥勒菩萨在经中也提到，若不精通5种名处哦，即使是圣者也无法获得一切智哦。阿底峡尊者也说，我们的寿命短暂，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面，没有时间去听闻或学习这些像声明、音明和其他的名处哦。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内明的论点是最重要的。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解诸论啊，是说最好是能够对于10种名处都了解，5种名处、10种名处都了解，不然至少要对内名有所了解。所以上师不能够对弟子所求的法，然后说啊我不知道，我不懂。比如说某个弟子说，请你教我这个法，他说哦我不知道，或者另外一个弟子说求这个法，让你上师说我不知道，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就像冈波巴大师说，上师应该要具备的第3个特质，就是要具备大智慧，引导这个弟子能够进入修行，进入佛法。那么这就是在这个颂文当中提到的9个这个特质共同的一个特征。当然，这里共同跟特殊到底它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这也是有一些说法的。可能在下一堂课我们再做解释。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好的。